大家好，我哋繼續《岳陽樓記》啦。以下咧有兩條題目去幫助大家溫書嘅。何謂岳陽樓之大觀？根據翻第二段嘅內容去加以說明，三分題。咁我就會從以下三個角度去分析嘅。含月山吞長江去突顯出佢嘅氣勢之大。第二，浩浩湯湯橫無際涯，去講出洞庭湖嗰個湖面嘅闊大啦。第三啊，朝暉夕陰，氣象萬千，去帶出喺呢個洞庭湖嘅嗰個唔同嘅時候啦，咁佢嘅景象變化係非常之多嘅。好，以下係一個作答事例。岳陽樓之大觀可以從三方面嚟概括啦。第一，氣勢之大；第二，湖面之闊；第三，景象變化之多。范仲淹指出咗岳陽樓嘅地理位置優越，一覽巴陵勝景無違，尤其是洞庭湖一帶嘅美景啊！透過身處岳陽樓咧，可以見到洞庭湖就像張開口咁樣含着遠處嘅山巒啊，吞吐着長江嘅流水，水勢洶湧，波瀾壯闊，氣勢咧相當之壯大嘅。另外咧，洞庭湖嘅湖面廣闊啦，無邊無際，再次帶出咗其闊大嘅特徵。最後啦，就描寫緊洞庭湖嘅早上和傍晚，景色變化萬千，或明亮，或晦暗啦。咁結合以上嘅特徵咧，就充分凸顯咗岳陽樓上所見嘅壯觀景象，非一般亭台樓閣可以媲美。咁俾多條嗰個題目俾大家啦，亦都係經常我哋見到嘅。咁覽物之情，得無異乎，喺文章到底有何作用呢？是加以說明。其實呢一句說話咧，喺文章結構上就係起住承上啟下嘅作用，或者過渡作用啦。覽物之情指嘅係喺岳陽樓上觀賞洞庭湖景物所產生嘅感情。咁就承接咗咧上文寫到啦，岳陽樓因為優越嘅地理位置，而能夠見到壯觀嘅景象，得無異乎，正正係開啟咗下文兩段，分述到洞庭湖嘅陰天同埋晴天嘅景象不同。遷客騷人觀賞到此等景象時咧，亦都會產生悲喜兩種唔同嘅情緒。好啦，希望可以幫到大家啦，再見。